走。然后呢，就谈到客家新新闻来关心近边关于进行的疫情发展，韩国有相关的疫情的相关重点哦。在近边呢，大家新关心呢，就係講啲早晨嘅時間呢，行政總署正從佢喺前身出來開嘅記者會，同大家呢來講佢哋正行權到底呢為用嘅來用。佢哋記者會當中呢嘅蘇彥宗呢就同大家來講到，佢哋正行權呢名呢有溜溜嘅來改稿來改做正行審批權。意思呢，就係講民眾呢，假使呢是1000的元，就2億多，亦係3000的元，愛用嚟進行審批權，嘅相關的效果係增加審批，給民眾呢，為用嚟量咯。嘅審批權呢，千主要呢會喺7月15嘅時間呢來實施。韓國呢，從實體嘅資本，韓國有網絡消費鴉片，給民眾呢有幾種方式呢做得來使用哦。嘅使用呢，還係有啲限制哦。嘅請假呢，千主要就係講對7月初一起時，民眾呢就做得呢開始呢去到郵局一路做在去登記住戶呢，都係7月15嘅時間2度過後呢就做得直接來用嘅。技術嚴重呢就同大家來講到，一類使用方式就包含咪從係實體資本，韓國有從電子支付，咪就係從數位嘅方式都用得到，就從係較傳統嘅消費方式，也係後生人較接來使用嘅電子支付，鴉片呢都做得到。唔過呢，韓國有從一個用到哪張做得來用咯？像嘅是咧啦，韓國有從高位，韓國有從從台中運輸工具，從係台鐵、高鐵，假使呢民眾愛去買票，鴉片呢做程度用得。然後呢，包括咪2份發通嘅買票咪做得用哦。唔過呢啲使用方還係有啲限制哦，像係做得拿來納稅嘅買股票咪做唔得。韓國呢一下呢啲外種平台鴉片咪係做唔得來用嘅。幾種嘅情形係乜嘅？下來轉來看呢新聞報道。以前下底嘞對數款轉到進行，公立當局嘅進行權總算愛實施嘞。行政院中蘇俊聰每自家公布7點拿出平台版嘅實體權，外面做進行3倍權，認為那1000元就得換3000元。要好領，要好用，要好刺激，同時最溫暖。所以3好1溫暖，怎麼好領呢？全國同胞都能領，只要你是我們國人同胞。2300萬多人，加有居留權的配偶15萬人都可以。行政院提出改3倍權，對7年15塊時就得到要求用1000元換3000元，免除200元有5種500元有4種嘅實體權。7年塊時咪就得到4台超商來做換，唔係資本嘅方式，就得用電子減錢、電子標準來信用卡。7年塊時限定6消費3000就得回饋2000。信用卡它可能直接就是2000塊，那你下期的賬單就直接等於刷退2000嘛，你少繳2000的卡費。那如果是電子支付的話，如果它後面是你的銀行賬戶，它也需要直接匯2000塊進去。那電子票證的話呢，我們現在也還在研發一個技術，就是說不定你可以在 ATM 提2000塊的現金出來。一個進行3倍權，2300萬嘅居民，韓國有26千嘅外國小朋友都做得了，對村人也是送錢、年會發通、老高鐵、推鐵都做得用。天天國內風氣處事，天天的表揚，蘇建聰未空調，多數嘅實施就係希望帶動國內觀光、撈經濟發展，安身為有2000元嘅消費。下個新聞始終存千米日特別報道。喺有關進行審批權嘅使用方式，定價一下呢，這個同大家做詳細了解。一下呢就來看記者會現場情形。我們莊日祥莊副署長，那現在就請我們指揮官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這一天工作的一個情形。好，各位記者女士先生們，大家好，好，大家午安。那我們今天仍然沒有新增的案例，好，那累計還是跟昨天一樣，有427人解除隔離。那世界情況其實還是持續在增高中，哈，近7天的案例，哈，跟這原來的更早的7天這樣比起來，世界都增長得很快，好，大概每天都平均以10萬人的確診案例，哈，這樣在增加中，好，所以還是要持續，哈，對於在疫情要持續注意。那當然國內，哈，整體經過這麼長的一個時間，好，今天應該是第51天沒有本土的案例，好，所以相對本土是安全的。不過還是要提醒。好，我們最終在後來在慢慢逐步的開放之中，個人的這個應該說防疫網，哈，個人的這樣的一個防疫的線，哈，要確實的把它建立起來，把我們的健康行為能夠內化，才能夠確保台灣的安全。
那这几天我们大概陆陆续续就我们这段时间各个组的一些相关的作为也提出跟大家来报告。那我们今天特别请我们的医疗组那请我们的薛次长跟大家做报告。那各位媒体女士先生们那大家午安。现在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医疗应变组那所做的一些作为，以及未来的相关的一些规划。那在我们的这一个主要的目标大概就是有3个。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减缓散播的这个病毒散播的速度。那这个不是只有医疗应变组在做那事实上边境管制跟社区防疫那这个部分的话守得好，那后面当然医疗应变组的工作相对会比较轻松一点那但是医疗应变组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这个检验的能量让有疑似的个案能够很快的接受采检，然后很快的能够检验出来结果。那这样子的话，在做这一些隔离的措施的话，就会更有效率。那第二个就是保全这一个核心人力来维持整个医疗照护体系的运作。那这个部分的话，包括2个部分，不但是对于我们这一些罹病的确诊个案的治疗，还包括要能够维持这个非武汉肺炎的其他疾病的病人能够得到的适切的一个照顾。那第3个就是针对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病人，那能够来降低重症的比例，那以及死亡的人数那这同时也可以做好一个轻重症的这个分流。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10个的措施那从这一个制定指引那到做查核这些预防性的措施，到规划这个住院病人的分流分仓以及双向转诊那应变医院的这一个启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准备还有建构全国检验的机构那掌握重症收治的量。那另外就是对于这一些轻症的那也能够准备好一些能够收容的场所，以备这个万一有大量病人的时候能够来做收治。那当然在这一次疫情到现在为止，那我们的这个社区防疫边境的管制的话都做得很好。所以事实上，虽然说整个的医疗体系并没有真正受到这一个很强大的这一个所谓的压力测试，但是我们也做好各种准备。好，那在这个检验量能的部分的话，目前我们有49家的这个检验的机构那其中有19家可以随时有检体进来就急件进来就可以马上来做。那每天最大的量能，那目前已经达到将近6000件可以来做这样子的这个检验。但是现在当然疫情比较趋缓，所以目前的检验件数大概占全部量能的4%而已。那这是我们从一开始每日500件在1月底的时候到目前将近6000件那在医疗这一个诊治的量能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有负压隔离病床大约将近1000床963床，那普通隔离病床大概1000出头1031床。另外我们在这一次的话设置了一些专责病房可以来收治隔离收治这个病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大概有2175床，所以总的这些可以收治这个武汉肺炎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量能大概是在4169床。以目前来看的话，空床数大概是占68%。
那另外在重症照顾的部分的话，那 ICU 是有6700多床，然后我们全台湾的呼吸器将近1万台，那随时可以来调用，大概在1000台左右。除了在这个医院里面的病房之外的话，那我们也广设这个集中检疫的场所。那这个是不但是要来提供给某一些特定的个案，比如说当时的武汉专机回来的，或者钻石公主号等等这样子的，可以来做集中检疫之外，必要的时候，那需要做轻重分流的时候，那也可以让轻症的这个没有需要积极治疗的病人可以来住进来。那最后我们在目前的阶段，我们正在就是说寻找国内的厂商，那能够做这个组合式的负压隔离病房，那是它随时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个隔离病房组合起来。那这个的话需要有一些空间，那大概不是露天的空间，是一些比较宽广的场地的部分的话就可以来设置。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下一阶段准备要这个随时要可以来启用的。那长照体系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须要去防护的这些机构。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清点了这一个各个县市有集中收治的这个场所，那可以提供的房间大概1286间。那这个是为了防备万一有长照机构那里面有这种感染现象群聚感染的现象的时候，能够把这一些需要被照顾的人移出来，那暂时安置的地方。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这一个各个县市各区那分别有这样子的清点出来的一些房间。那核心人力的这个部分的话那事实上我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就限制了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不能出国那当然当时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出来。不过这些个案都有受到我们的补偿。那目前这一些一共是有337家医院提出来，那这些取消出国的人数一共将近一共1万多人。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当时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措施的话，可能会这1万多人出国回来是需要变成需要检疫的。那这需要检疫的话，那医院里面的人力其实是会大大的受到影响。那目前这一个补偿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预估金额大概在8000多万。那另外在3月30到5月31这2个月期间，那我们扩大裁减，对于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长照机构的人员跟住民做扩大裁减。总共才检验了3505人，那全部都是阴性。下一个。好，那我们看一下就以台湾跟世界的几个国家来相较之下，我们的确诊数是低的，而确诊人数当中的死亡率也是算低的，只有2%。那相对于像意大利死亡率13%，韩国也差不多跟我们比例差不多相近，是在2%的死亡率但是他们确诊个案比我们多很多。那日本大概在5%，英国大概12%那中国目前他们报出来的数字是6%，那美国也是差不多死亡率是在6%所以整个的我们看到台湾的整个的这个医疗体系并没有崩溃那我们希望能够持续下去以上报告。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薛次长的报告。可以跟大家讲说，整个在医疗的准备上面其实我们是做了很多的超前的部署，那也是长期以来其实整个在医院端在感控上面的一个努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纵使有几例在医院里面引发了一些相关的感染，都能够及时的控制所以看得出来我们在医院端的里面
就基本的一个感控的实力跟概念都是非常好的。那第二，关于这有关相关病床的一些准备，也可能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量能做相关的准备。那刚才在讲长照机构，长照机构里面就国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也准备了1200个空床，万一有任何的机构发生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移出，然后清空消毒，避免事件的一个扩大。那在156的案例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验证。所以总之这个医疗的准备还是要持续。那对我们的医疗体系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检验的量能也非常的充足。那这些都是作为我们未来如果边境有进一步的一个处理的时候，都是做我们一个最坚强的后盾。不过虽然但是医院这种体系稍微出一点问题，可能就会引发连锁性的反应。所以在那时候2月23日对于医护人员相关的人员做这种出国的管制，然后再接下来做这种加强的检验，都希望说在医院里面是我们最需要而且最重要一条线。希望它不要用到，但是必然要把它准备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在物资上面也靠着物资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是不是请那个王次长也跟我们说明一下？好，谢谢大家哈。那我就物资组的各项物资哈，今天等于是简单跟各位做一个盘整跟说明哈。那当然第一个哈，就是我们防疫的第一线就是口罩哈，让我们这一次的防疫呢做得这么好，它的功不可没。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的口罩从这个2月初的一天的产能271万片，到5月中其实已经高达每天可以1900万片哈。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有口罩国家队，我们总共增加了114条的产线，才可以让我们的口罩可以这么大量的生产。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我们国军的协助哈。那这一个呢是5月31号最后一天哈，国军后备军人他们就退伍了哈。那每个厂呢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那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那做了一个拍照留念。那国军呢从2月到5月底呢，总共有7万人次的资源，所以一天大概有600人次的资源。好，下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各位可能不晓得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一个灵魂人物是我们的纺织研究所哈，它其实是成立的战情室，然后每天都会派每一个人到我们的厂去进驻。那他做什么呢？帮他们调料、调零件，然后看各个厂商有什么问题，还有非常重要，负责点收每天厂商生产的物资，然后回报哈。这个就是我们战情室的功能。那刚才讲了，国军5月30已经退伍了，可是我们的纺织所，因为我们现在还要部分征用，所以他还不能退下来哈，还继续做他的这个战情室的一个功能。那在这个这么多的口罩，我们调到全国各地，靠的是我们的邮局哦。我们的邮局中华邮政呢，它每天从原来的这个一个药局诊所只要400片到600片，到最后的一个药局就要每天就要送1800片哈，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那他帮我们送到全台湾的各个乡镇的各个角落，那这个邮局的功不可没哈，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好，下一个。那我们这样子给民众使用的这样的口罩呢，在药局卫生所诊所总共贩卖了5亿8千万片，好。那在这个超商超市卖了1亿1千万片，因为它后来才加入，所以我们总共贩卖给民众的有高达7亿片。好，那现在我们的口罩应该上面还有一张吧，医药的没有了。好，下一张。好，那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口罩呢，因为我们的产能一直大增哈，我们疫情也非常的稳定，所以呢，我们现在的库存包括一般医疗口罩跟外科口罩加起来有高达3亿5千万片的库存非常的充足。
那下一个呢？给管理讲报告，我赶快。好，那我们6月1号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们6月1号只剩下部分赠用，每天只增800万片，其他的厂商自行可以内销外销都可以。然后，但是实名制我们继续保留，然后民众也可以自由寄送，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好，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口罩除了给民众，其实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的医疗照护人员使用。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提供的口罩，包括外科、一般医疗，全部是免费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医疗照护人员使用。所以这个平面口罩呢，就用掉了大概2亿2千万片。那除了平面口罩之外，我们还提供给他们这个 N95 口罩，还有隔离衣、防护衣等等。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免费提供给各医疗的诊所使用。好，那之后呢，我们的口罩也有余力来帮助别人了哈，所以我们也捐到各个国家去。那我们非常高兴呢，在有一天就看到白宫也带了我们有 Made in Taiwan 的口罩哈。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行销，因为可以出现在白宫，表示他们在那边一定有检验过，这个是一个符合非常好的品质，才可能会给所有的白宫的这个官员呢来佩戴这个口罩。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我们台湾做行销。那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厂商呢可以去外销了。那我们现在过往有一些厂商大概12家左右，他有外销的经验。那其余我们这段时间培养出来的厂商呢，还没有外销经验，所以呢，我们会辅导他来快速取得欧美跟其他国家的市场。那这样要出去呢，我们要确保每一片这个外销出去呢，都能够维护我们非常好的MIT 的品质。好，所以我们就创了一个机制，就是由我们的检验局、工业局跟纺织所呢，共同来做一个快验的机制哈。那不影响它的通关，但是验过了以后，它可以快速的去出口。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新的机制。好，下一个。那另外一个品项呢是隔离衣、防护衣。那这个呢，在我们这一次 COVID-19 之前，其实台湾都没有自己做，我们都是进口的。好，那在这个全球都在抢货之下呢，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纺织的这些各个公司来讨论研究，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来生产。那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台湾在全球这么厉害的纺织业呢，都请他们来参加这个隔离衣跟防护衣的制作。那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找出料，有料才是王道哈，有料才然后再来做制造。所以呢，隔离衣有公司来生产，防护衣也有，然后就集合了我们国内的这些所有的纺织大厂呢，来生产这两个品项。好，下一页。那下一个呢，大家在这个防疫期间常常看到这个防疫的清洁酒精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原来没有拿到医材证，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使用量非常大。那当时呢，我们其实是请台酒跟台糖呢，其实是压榨他们一定要来生产这个防疫酒精啦哈。所以这个台酒呢，总共生产了1600万瓶，台糖也生产了300万瓶。那后来呢，到4月的时候，也有民营酒厂呢，他想加入。那现在呢，我们的供货当然是非常稳定了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不过呢，因为我们的这酒精的原料都是要进口的，所以酒精的原料的关税呢，目前还是维持零税率的这个部分哈，让它大家可以继续拿到比较合理的价格，因为在国际上的酒精原料都在飙涨哈。好，最后一页呢，就是我们的整个未来的策略哈。所以左边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包括定额征用，库存满满哈，还有我们可以去援助其他国家，我们也开放了出口。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些
的战略物资呢，也能够行销国际。那这个都是属于医材的东西。那医材到各国就会有各国的标准，要有各国的认证。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积极在辅导业者呢，取得各国的认证，他们才有办法卖到国际上去。好，那最后一项就是总统跟院长也一直提过很多次哦，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防疫的国内的产业呢，一定要让他们可以用国产国用，也就是说，我们会让我们的公部门尽量来使用我们的国产的这些优质的产品哦，然后让他们做一个基础，然后之后呢再能够行销到国际上去。那这个是整个的战略的问题。以上我简单报告。好，我们谢谢周王市长哈。那王市长一开口就说哈，以为简单讲了哈，实在背后哈，写公公这是就不简单作为了。好，这些口罩虽然是小小的一片哈，可以直接说在这次的防疫里面，哈，真的是小兵立大功。好，那因为它都是哈即做即卖哈，每天不管是哈物料、物流、生产、配送、贩卖，哈都是一些问题，但是都能够在大家通力合作。无怨无悔的情况之下，能够达成这样的使命。好，那到目前来讲，应该就是说很漂亮的打了这一仗。那未来怎么样让这些口罩能够在内外销上面能够建立我们台湾的一个品牌，那也是很重要的任务。那也因为这一次在防疫的过程里面，也充分体会到各种的医疗的物质都是一个战备的物资。那怎么样能够在国产？好，那这些变得很重要。可是要国产，那就面临它相对的一些成本，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好，那未来怎么用国产国用来扶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战备的产业？好，这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哈。那有问题的人可以现在提出来。部长好，信传媒提问。这边有2题想要请教。那第一题想要先请教张教授，就是彰化县卫生局现在跟台大公卫学院合作进行万人血清抗体的检测，认为做血清抗体才能分析病毒在不同族群中的感染盛行率，预计花4到5个月的时间。那指挥中心认为有其必要性吗？是否真能作为疫情来临时拟定防疫策略的参考？那第二题，一项荷兰最新研究表明 ，COVID-19 免疫力仅持续6个月，染疫康复者可能会再次受到感染。指挥中心是否掌握到这个资讯？那如果这个研究是正确的，人类迅速丧失保护性的免疫力，防疫策略下一步该怎么走？那另外就是昨天李秉颖教授也有提到说，台湾疫苗严重落后，未来是否真有可能要求别国提供给我们？那指挥中心目前掌握台湾疫苗的状况为何？谢谢。好，有关血清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那这在学理上当然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那需要知道，在一个社区或一个群体里面，到底有多少人曾经感染过嘛？这是在我们的流行病学调查或者是我们的传染病的调查里面，其实它是重要的一个步骤。那我们过去当然也一直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于说，要做这样的一个研究调查之前，一定要有好的工具，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检测的试剂。那过去我们对大部分的传染疾病都是有好的一个抗体检测试剂，所以要去做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基本上它的误差值不会太大的时候，确实是很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在社区里面确实有相当比例的人得到感染以后，你去做，可能最后的结果才对你实际上有比较多的应用价值。如果它的盛行率非常低的话，你调查出来只是学术上认知说有这样的一个低盛行率的状况，可是对于我们的疫情管控或是我们下一步的作为，它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那基本上很低的盛行率，大家都还是要防护，大家都还是要等着接种疫苗，那不然其实还是没办法防范这个疾病。
那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流行，我们的防疫整个过程当中，有几个面向其实是我们并没有积极要去做血清流行病学的调查，或是用血清学来做诊断，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稳固、一个正确率非常好、敏感性好，然后伪阳伪阴都很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检测试剂，所以在很低盛行率的时候，你又碰到一个有伪阳伪阴有相当比例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调查出来的数字就很难去判读，很难真正做好的一个参考。那其实在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最重要的，例如说我们希望有一个所谓的群体免疫的状况嘛，那到目前为止，即使有一些国家盛行率非常高，他们的群体免疫力还离着盛行率要达到群体免疫力还差很多。这是《纽约时报》在前几天的报道，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足够的群体免疫的话，大概在60%以上的感染的状况，才真的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哦，就是我们这个各位的这个左上角最左上角的部分。那其他在几个地区，包括纽约、包括伦敦、包括欧洲几个国家、几个城市，他们感染个案非常非常的高，可是他的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在没有很标准的一个检测方式下，顶多也大概20%左右，很多都在10%以下，这个离达到这个群体免疫的效果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这个的标题叫做说我们这个还离要达到这个对于新冠病毒人达成群体免疫还差得非常非常的远。所以要靠这个来真正达成说我们因此大家比较可以放心，其实还差得很遥远的地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军舰上面，我们在敦睦舰队上面所做的一个结果，我们也看到确实即使市售的这些抗体检测的试剂，它的伪阴伪阳都还有相当的比例。所以在我们盛行率，我们相信我们台湾的盛行率一定大概低于1%，甚至0.1%、0.101%以下都有可能哦。那在这么低的盛行率的状况下，如果它的误差是1%、2%、3%，甚至5%，其实造成的误解也是蛮严重的。然后，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学界如果有兴趣，真的去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低的盛行率，他们要去做，我个人当然是觉得是 OK 的哈。那可是这一个对我们的防疫作为，或者说因此我们以后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大概我个人是觉得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所以就指挥中心，就我个人这个所谓的专家小组的召集人的立场，我是觉得可能做这个对我们下一步能做什么事情，大概差异很有限，恐怕还是要等一个有效的疫苗，那才是真正我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可是学界有兴趣去了解说，我们真的很低的盛行率，我讲这个当然也 OK 了。不过当然他们用的试剂，他们最后的解读可能要精准一点就是了。当然学界对这有兴趣哈，那我相信在做起来可能在研判上会花一些功夫了哈。不过我们祝他成功哈。TVBS 这里请教2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昨天有推出说要研拟这个边境解封有4大类，还有一些标准跟准则。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说，指挥中心这里有没有这个预计这个开放的时间了？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桃机中转啊，昨天有说，如果说入境者跟这个中转的旅客可以做分开的话，其实是可以开放的。那目前这个进度如何？以上2个问题，谢谢。基本上昨天跟大家报告，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一个方向，大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那基本上就是有关于人道、产业、经济，那还有国际医疗，只要能够把问题能够确切的把它提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来讨论，那就可以标定一些事情，那直接来做。那
好，就好像我们今天也在讨论有一些国际的赛事是不是可以来开始，好，那我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有关于我再次说明一下啦，因为昨天也有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们谈的是国际的转机啦，国际的转机。那因为航空公司其实在从欧美从美国美洲的部分到台湾之后，会有很多东南亚的转机客，那所以在转机的这一块，我们请机场公司跟民航局去研究，在机场的动线上面，能不能将转机的旅客跟一般入境的旅客去做出入境的旅客去做一些分流。那这样子在动线上可以去做厘清之后，我们再来研究是不是什么时间来讨论相关我们在边境防疫上面可以来开放转机的部分哈。所以我要特别讲的是转机哈，国际线的转机。哲官好，忠实提问。指挥中心在4月的时候有提出一个社交距离的指引，那当中是有说，就是发烧者就是不得进入一些场所。那现在就是因为说6月6号要罢韩了，那想要问一下指挥中心，对于如果是发烧的民众，他可以去投开票所做投票吗？那因为中选会是有说，发烧者只要戴手套、口罩就一样可以投票。那是想要问一下说，这边是不是违反了这个指引？以上。中选会它有明确的规范了哈。那这个是一个防疫的措施。那对于投票，因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的投票的权利。那我们当时在讨论的只有对于说，他如果是居家检疫者。当然，因为居家检疫有居家检疫的规范，那其他的部分就依照这个中选会现行，它对于投开票所一些相关的措施的一个规范哈。那一样哈，就口罩的部分，它只要投票者，他如果可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那像现在指挥中心这边所订定的这个相关的规范，它能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如果不行，就要戴口罩这样的一个规范。那这边是防疫的措施。那投票相关的这个对于投票行为的规范，中选会都有订定相关的这个一些准则跟处理。好，我记得以前在讲到，我记得有讲到投票的时候，在讨论说居家检疫者是不是能够去投票。其实我在心里我是比较倾向于是可以了哈。不过根据以前在 SARS 的经验跟以往的这些法令的规定，都把居家检疫就列为就是说就不能去投票。所以到这里面除了我们这些相关防疫新生活之外，我们并没有对特定的做一些相关的规定。你好，中天提问，想问一下关于指挥中心的1级开设，知道说昨天我们有发新闻稿，但是还是想请教说，当时是部长是真的有跟侯市长一起要求苏院长1级开设吗？那对于那个侯市长，他说还保留当时的全程录音，部长怎么看？谢谢。大概有全程录音，这我不知道了哈。不过第一个就是说，大概没有说跟苏院长那个大概院长有院长的一个对各方面政策的一个考量。那时候我记得考量就是说，在等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是吧特殊传染病的一个就是防治纾困振兴条例的通过之后，那才把它 upgrade，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在报章里面，我是记得就第一次在哪里在。新北市在开设他们的关怀中心的时候，那一次有到新北市去一起跟侯市长一起来做相关的视察，然后那时候他在记者会里面他就有这样子讲，那我并没有表达相关的意见。
那如果是说我的话，我个人当然是不会就是说去要求长官要做怎么样。我们知道每一个的政务官有每一个政务官的一个必须遵守的一个官谦跟伦理了哈。指挥官好，再跟您确认一下，您刚提到是说，如果是发烧者的话，他投开票的当天，他只要戴口罩，一样是可以去行使他个人的权利。是，甚至居家检疫者，他有没有规定说必须期满了几天之后才能到投开票所呢？以上，谢谢。我们现在是其他那个规定是中选会的一个规定了哈。那我们这边就是居家检疫者但他不能够出门，所以没有特别的方式让他出门来投票，他就是不能去投票。居家隔离的也一样了哈，不能出来的就不能出来。那发烧就看他的一个投票所的一个规定了哈，他可能我相信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戴口罩啦，或者就是说是要那个间隔距离要拉出来吧哈。各投开票所都会有备用的口罩啊，所以如果当民众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都会提供。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记者会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好，有关健脾规律进行疫情的部分，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喺宣布讲，健脾规律喺无新增加确诊个案呢，估计嚟到亚未之内，规律嘅确诊人数总共累计来到嘅473例，香港嘅死亡人数係喺共用喺7例，接觸交期嘅民眾來到嘅427例，到健脾未之內，規律已經連定51日都冇新增加本土個案呢。雖然講嘅日嚟台灣本土嘅疫情呢，相對嚟講有較穩定咯，唔過呢嘅指揮官陳時中還係提醒大家，講一下呢國際上有同多國家疫情升起來還係都嚴調，當日新增加嘅確診個案差唔多呢還係有10萬例安多，故此呢提醒民眾呢針對防疫一部分還係天才卡強心地位係做唔得海睇。然後呢，針對呢近比啲記者會當中嘅指揮中心和特別搶來嘅有關醫療資源，還個有防疫物資嘅單位，想家長呢來同大家來講一下，家長呢對防疫到今政府作為哪一條嘅準備，作為哪一條嘅加強來數據所有國民嘅空間，想有一下安好嘅防疫成績。嘅針對一啲醫療資源嘅部分，嘅一開始呢，請主要講到就係檢驗量能一部分，其實呢，規律一開始針對武漢肺炎嘅檢驗嘅能量唔係算當強哦。第1月22，也就係講規律將標出疫情嘅時節嘅。全國嘅規律單向11間嘅檢驗單位，做啲呢來做相關嘅試驗嘅檢驗，還有樣本嘅檢驗，嘅1月7度呢，每驗唔到500件天。唔過呢，到5月27，咪就係前幾日咧，規律嘅檢驗量呢係見增加，已經來到有45件嘅檢驗機構1月檢驗未到，差唔多檢嘅6000件，來到5938件安多。然後呢，一啲檢驗雖然講係對規個防疫來講同重要，唔過輕重要呢，還係一條提升嘅醫護人員呢。啲醫院鴉片呢，其實呢，人家就嚟看到嘅附近嘅資料一條武漢肺炎嘅確診患者嘅民眾病床數量，而家呢全國呢嘅數量總共呢係有來到嘅963種民眾哦，係講呢嘅一般呢負壓隔離病房呢嘅數量有1031種，然後呢。嘅附近嘅專治病房，每有2175種病床，加起來差唔多呢就有4000當中嘅病床，就是來附近呢來照顧所有嘅患者，還有出現整條嘅外隔離嘅民眾哦。也就係規律呢，其實呢對防疫到今嘅醫療資源呢係見來增加，然後呢從係一條跳起有當多國家啲防疫。一開始時節，其實呢，大家國家呢都啲搶跳起哦，呢跳起呢，規律嘅數量呢，沒有一下呢總共，規律
国内总共有9956台嘅投机器，其实呢，昨天呢来调用嘅来治疗行政家嘅患者，就有1040台案度。而家呢就係講國內政府呢針對廿八嘅防疫及醫療資源嘅部分，係動腳嘅就整理起來，就係表示講，假使呢國內好點嘅發生乜嘅疫情嘅事件，都昨天呢來停電來調研一啲防疫嘅戰場來對抗疫情。然後你講到一啲防疫，其實呢，大家先記得應該就係一啲最嘅，一看到呢一兩種相片呢，就係一條最嘅國家區嘅成員咯，佢地圖呢負責東涌有公司就係呢國軍呢阿邊個，一條呢對2月初差唔多對2月初3起始到5月31，佢就有動到嘅阿邊個呢，加到呢就去到德建呢最嘅工廠無日無夜，佢國軍呢差唔多有24點鐘，國軍呢都啲生產最嘅，哎呦呢國軍呢將用辦法呢有按到嘅最嘅好用，嗰種呢經濟部呢咪貼片呢為對亞條國軍來表示感謝，然後呢係為貼片感謝嘅就係亞條油菜嘅，就係講現在亞條最嘅做出來過後，為用嘅呢上本所有要求韓國有民眾咯，前主人呢為意思呢就係亞條嘅中華郵政呢按到油菜嘅，嘅亞全國呢差唔多有3000油菜，亞條共用咪就係對公年過後就係當日動辛苦，無論呢去到上空也去到海順，就係講無論乜嘅素材，亞條呢都係動辛苦嘅當日，老亞條生產出來嘅最嘢咩送到高雄政府，按用呢嘅找有辦法來照顧到所有民眾。喺今年嘅新主要呢，就係講現陣呢廿部嘅國內疫情期間參加嘅油卡款呢，嗰種呢指揮中心就希望大部廿八機會呢同大家呢來講一下，喺台灣呢也係呢防疫物資、防疫資源、防疫嘅能量都算係一窮足嘅。就算講嘅一下呢沙來台灣呢希望乜嘅疫情，唔過呢假設有乜嘅任何時候，喺國家呢還係會盡全力來照顧所有嘅人民。喺今邊有關記者會當中嘅有關疫情呢進行重點。然後呢，接下來呢，還係我來共振壓力紓困3批件的方式。咁呢，對於一塊事嘅新聞，都可能就有同大家講到，近邊早晨嘅時節，行政總署正從喺自家出來開嘅記者會，同大家呢來講到用壓條3批件做嚟用嚟使用哦。這種資本嘅方式呢，跟民眾對青年處意意思，都做嚟呢用一條健保卡，就做嚟呢去到超商嘅片來登記嘅。如果你去到嘅郵局嘅片呢，做嚟呢去登記來主份，都係青年15過後呢，都做嚟去到郵局，一個郵局嘅部分係去量，清楚有呢係先去登記，再去到郵局去量。嘅民眾量到嘅資本呢，清楚有呢就係講有500元，總共有4種，200元有5種。嘅民眾呢去量嘅時間呢，每位來注意好。嘅民眾呢，假使除1000元，都做得量到3000元，按用嘅進行3批件。唔過呢，假使民眾較好呢，啲用路方來消費用一條數位支付嘅方式，每位來注意哦。嘅民眾呢，假使呢係用行動支付呢嘅。清楚人呢就會講，佢會有一個 app 嚟支付，嘅地圖呢就會直接呢，假使你消費滿3000元，佢就呢會留2000元直接飛到你 app 嚟支付地圖，唔就做得呢自家做另外嘅使用嘅。如果你假使仲係用信用卡，就會一個信用卡會同人係賬號嚟做連結。假使呢唔啲20年有消費到3000元，唔啲下20年嘅總單就會直接留嘅2000元留記扣提，意思呢就係講一個證件呢嘅部分呢就留記扣提來做扣債係用嘅做法，就係講一下呢有實體嘅資本，係講有數位嘅方式。希望呢本大家係哪呢片係哪好用。唔過呢一下呢雖然講政府基金開始來做正經呢，意思就係講啲防疫一部分呢就漸漸呢就準備呢為來數米哦。唔過呢一下啲早晨嘅時節就有現場嘅公家條呢係出來開嘅記者會，然後呢就批評講政府呢其實一下遇到防疫就對家條提出嚟動多限制。唔過呢家條啲限制也期間對家條成法就受到動態影響。就假使呢讀到卡冇按好嘅調價，一條嘅成分係有可能呢會受到一條調價苦頭。稍後呢就嚟看新聞報道。全一傳防疫漏洞，全一傳防疫漏洞。
政府反应慢半拍，政府反应慢半拍。太上很巧好，长期关心外事唔公界团体，不满政府机关投资性期间，针对登记海外关系，实际上系台湾人境境界经营权问题冇处理好，造成全球界外事唔公无法通意見，甚至無法轉移其他嘅國家，長期嘅心理壓力動態，係能做唔下力嘅事。Nagtatrabaho kami ng 20 hours to 28 hours, ma'am. Kung minsan karamihan yan. Kain kami, ma'am, kakain kami 10 minuto lang. 10 minutes lang? Oo, ma'am. Pagka nahuli ka yan, binubulyawan ka ng kapitan yung pinagsasabihin ka na ano. Oo. Sa pangatlo, 6 hours, 5 to 6 hours lang tulog ko。外事唔公共自家頭選空，除了為本選中苦土，無法到施暴未選唔得，甚至連一級都拿唔到。不過見選界唔公，因為係對其他國家上選，所以唔公嘅輔助空冇意見參戰，所以轉去其他嘅國家冇人嘅天數，仲而甚至威脅佢，甚至通報政府單位，但係所以轉去加拿大其他選戰係違反意見，未被民間團體不滿，見選變做冇人管得到嘅問題，政府機關能投送資金。可是，在疫情之後呢？因為交通部航港局認為說這不是我的事情，這是漁業署的事。那漁業署又沒有去通報處理這些權益船的漁工的入境問題，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空窗期，就是變成說他們可以檢疫，有檢疫辦法，卻不能下船、不能入國的這個一個荒謬的狀況。所以很多權益船甚至他在海上會換國旗，他想換國旗，或者他會把他的衛星定位關掉。事實上，這是台灣漁業署可能為了我國漁業的投資，開了一個很友善的大門，可是事實上卻被不肖業者作為一個完全沒有法治或者是人權，甚至說違反國際協定，在操作一個非法盈利作業的一個很可怕的空間。防治期間，未被大家注意到經營上嘅問題，不過經營嘅數量驚怕唔單槍查到嘅案例呢，並嘅團體講，初參為針對了解嘅案件，屬快協頭會，主要希望是聽數唔公順利轉決，並希望政府單位在重視經營上空唔公嘅權益。教新聞網今朝另一篇台報道。今日對 NN 新聞報道路方呢，就看到亞呢有動到國家，包含嘅台灣其實遇到嘅防疫呢，就留 NN 國家嘅邊境呢就留幾封鎖起來嘅。亞呢有動到嘅現場50呢，假條呢亞呢有可能呢來到台灣過後冇辦法來送案呢，冇辦法呢來轉去假條其他國家。假設呢都到看唔好條件呢，假條呢就整件做到動辛苦哦，嘅上空嘅環境係整件都唔好。嗰種呢假條呢對於早晨嘅時節就出來快嘅記者會，希望呢政府未來來從事家條嘅權益，也係有關嘅防疫發生嘅相關嘅新聞事件咯。學生呢講到政權嘅部分，也呢唔啲鄉親朋友就談到講政府呢為來發現嘅政權審批權為用嘅來使用咯。其實呢也呢暑假就會多嘅也嘅客家莊咩係同合適去留了啲鴉片呢咩建議民眾，啲也建議呢其實呢啲也嘅後龍嘅西瓜節就準備為來開始哦。其實呢，大年多熱天嘅時間呢，一下呢都好呢係西瓜太出嘅時節，一個後龍嘅西瓜係非常非常嘅出名哦。不過呢，今年呢受到疫情嘅影響，一個後龍嘅西瓜節舉辦嘅方式呢，就會有啲會冇相用哦。現在新主要呢就會講講一個人其中案度，也呢係呢有可能呢會造成防疫後嘅疑負。故此呢，今年呢主辦單位後龍鎮公所呢，夾到就準備一個米片樣，我來宣傳一個後龍千出名嘅一個西瓜。韓國呢夾到呢，會派一啲快閃嘅促銷活動，唔單將啲後龍也部分希望上多民眾去後龍投票，你希望呢留一啲後龍按讚到西瓜嘅名聲，達到其他鄉鎮去。稍後就來看 NN 新聞報道。看準中意嘅觀眾，但是做喺蘇婆幫咩？後龍鎮公所請來有名嘅歌神師傅凱來做前阿婆記憶當中清甜嘅後龍西瓜嘅筍呢。沙啲後龍鎮獨到也正裝做嘅幾行茶司機，透過劇情來燒嘅後龍鎮嘅西瓜，一片嘅簡單，沙意感通人。因為今年的這個疫情的關係，我們希望說，能夠不受疫情的影響，把我們後龍的西瓜也能夠行銷得出去。所以說，我們今年的西瓜節的形態跟往年不大一樣。我們今年把西瓜帶出去。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後龍西瓜節今年除突破為天樣，咩大批啊西瓜放假標裝，我來判處長發通，另外咩行出後龍，我希苗栗市同條分市來判促銷發通，是唔過連兩禮拜落太水，後龍鎮長期嘅水米嘅小水鴉片，現整體是較大，水出唔起，一道西瓜主要水上。
瞬间雨量太大，那造成这个瞬间的雨量它排不出去，而且这一次下雨超过1个礼拜，那1个礼拜你根本水都还没推出去，它又在下雨，根本就所以它的根系一直都是浸在这个水里面。勘察结果呢，目前栽损率都达到40% 以上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县政府这部分已经在上个礼拜5已经报到书里面，那会很快的很快的时间，我们就会核定。西瓜在会补助1公顷6万，香瓜1公顷7万5。后龙镇公所讲，浸到水嘅水米里、收水里，认真土质来较多，故所就较多水，西瓜长会水上。南片嘅中风南讲，但是做沙体体势较高，天内唔会断水，故所甜土高，西瓜一沙条，品质做梦速度冇一样强。客家新闻总之面来报道。因下呢，伫咧发面动作呢，看到呢就会亚拜呢，黑龙镇公所夹到迄个米天样，嘅地都嘅主角呢系太好，食西瓜食到非常的欢喜哦。其实咧，呢黑龙西瓜呢非常品质非常的赞调，食起来唔但像又甜又沙，其实呢系非常的出名哦。嗰种呢乡亲朋友啊，伫亚今年就会讲西瓜太出的世界，韩国有包含讲政府开始我来振兴呢，嘅民众呢都做得许多黑龙嘅片呢参加西瓜节去食西瓜，唔但像做得来认识，呢客家中嘅片呢人文风景、人文历史，还做得呢来听述安辛苦嘅农民朋友哦，也系有关闺女进行旅游嘅振兴的部分。那么接下来讲睇嘅闺女为这个老江头看到国外嘅，最讲呢虽然讲一下欧洲嘅片呢疫情还系算系东南条，唔过呢认真讲经济发展正经中的研究都冇停通，嗰种呢要当到国家一下相关的点价，还个要学校都已经开始来恢复发通嘅。唔过呢啲恢复发通过后，啲防疫一部分还系为注意按同埋解喏嘅当到国家冇向用国家就要夹到自家做法，像一啲德国鸦片，认真个学生嘅呢都开始呢我去学校上课嘅，嗰种呢夹到学校就系发嚟一啲唔之前呢自家期间嘅相关嘅一啲简单嘅期间嘅总批，本夹到呢大早礼拜都来做期间来恢复夹到。包含嘅学生嘅，还个有学校都方所有民众嘅空间安全。嗱，呢啲俄羅斯鴉片也嘅係一個土地書店哦，因此你看到一個調價佢係坐啲一個空路道嘅書店都方，乜嘅事情呢都冇辦法嚟做。前主任呢就係講，針對疫情發生過後呢，嘅民眾呢根本呢就唔會去往書店嘅。嗰種呢啲俄羅斯嘅土地書店嘅調價就自家來免掉嘅，就相當嚟講，為自家呢來送書送到一條銀行嘅屋企去，希望呢。本期間呢，卡有勝利合作。然後呢，就係啲比利時鴉片呢，就係講比利時嘅王子，就係一個玩到有亞金嘅王子。而先前呢，係去到西班牙參加發通，唔過呢，下後就有傳出講佢係確定成為到武漢肺炎一樣消息。就係講呢，佢係一個王子，明明就係一個公眾人物，嚟注意自家安全。唔過呢，還係去參加發通，成為到武漢肺炎嘅做法，安呢行為就引起眾多人嘅批評。德國北部新斯天熱地質嘅研究項5月初6恢復上課嘅同時，推動大概禮拜2擺新冠病毒唔事前嘅自家檢測，同學量體檢嘅工期同收錄嘅採檢本，反轉人就透過電子郵件得到結果。Dieser negative Befund, es besteht kein erkennbar erhöhtes Infektionsrisiko für Kontaktpersonen。雖然未強制檢測，但是社工所有師生做下統計配合。此檢嘅處置同分析由當地實驗室來做，高中認為呢種措施應該同雙亞生命相關，變做平常時嘅防疫，連慢慢就部分學校考慮要停建做。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喺疫情較嚴重嘅威懾，6月初嘅總算部分就解封，民眾今日9個禮拜總算社區出門勞工人運通，業務中心商店恢復營業，但是中小企業對未來還係唔點樣改善。土地商店頭家到封鎖期間，萬做圖書送去人客屋卡，其中感謝人客支持，本書店生意都連滿。Возможно, какая-то поддержка будет, но,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она не сможет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наших затрат и потерь. Хорошо, ч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ало отсрочку по уплате налогов. 中俄羅斯統計局嘅數據，4年失業率已經升高到5.8%，就500萬人冇被收入。還有機構分析，3個月嘅俄羅斯公司樣就破產，貿易同服務業受重新嚴重。雖然當局標出看唔到繳稅，還有無地址貸款嘅措施，但是對外唔落去企業幫助有限。要將美國政府吞輸嘅力度目標嘅國家安泰。
比利时王位天使选委几十年，国王菲利普的妻尤阿金王子26到西班牙南部太上哥多法参加5朋友加促这场派去了后，后进做到新型观众片图。西国的官员证实，呢场次会有24个人参加，已经违反哥多法省防治规定的15个人上限。2万所有参加人做下到隔离。西国警方开始调查，违反禁令禁果司法2万2年。比利时王室发言人讲，28岁尤阿金王子喺到24。去到冬天，准备做以后实施工作，2万年行到西班牙，去จาก社會中邊緣。呀，呢其實呢就係有當到人講嘅喺疫情時代又就係講一個疫情啊，其實看起來已經有卡翻呢，唔過呢講起來呢有望真正結束個。嗰種呢唔單將台灣人，包含全世界民眾都要來學習，用呢同一個平通呢向下來生活，韓國呢咪希望呢一個疫情呢唔好呢繼續來影響人呢生活講，影響到安泰喲，而大家呢都係好好來面對來學習嘅。咁以上呢就係廿八客家新新聞同大家整理有關疫情的新聞重點，請聽眾朋友都會提供早晨9點半高繼續收聽呢客家新新聞，同大家帶來有關疫情的最新消息。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的疫情資訊。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最新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